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特别过年咯，顶个月甲这个月月初，查到2件为泰国寄到台湾的烟肠肉片有非洲猪济。顶礼拜五佫验出1件，短短2个月掠到3件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农委会、交通部甲关务署爱提出的办法，爱甲收件的人同来处罚。啊，收件人若是外国人，爱连带同罚这个中介。行政院早起嘛来召开着扩大的防疫会议，针对为高风险国家入境台湾者，这个检疫的措施要更加严格。同时嘛要重新来启动着1922疫苗预约的平台。炸猪皮呢是他们那个菲律宾他们当地的类似那种街头小吃。为国外寄来台湾的包裹，敢有惨吧？除了照电工扫描，还有检疫到斗三共监督。会以坐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遴选人，这个是有疑似的检疫物在里面。伫咧亚洲，港存台湾和日本也无非洲猪济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台北邮件中心考察，嘛感谢第一线工作人员。一定要把这个把守好，才能有猪肉吃，才能2000亿的猪肉产值不会破产。民众爱注意，若是收到肉制品的包裹，爱送予农委会和防检局引起处理掉。若无送，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，罚3万到15万以下罚金。收件的人若是外国人、台湾中人，嘛爱防处罚。这移工的中介是谁？是哪些雇用者？这要有，已经3年了，这个先导也够了，先导继续，但处罚加重。连带加重。针对桃园机场烧月感染的人变多，苏贞昌今仔日下晝8点嘛主持会议，估计过年前免全过好边境，由指挥中心对外公布。好几起国外移入的案例，增加我们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就国外进入，必须要严守国门第一关。为防非洲猪济到新冠病毒，民众拢爱听政府的话，才能度过疫情的考验。